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已经是11月上午要一个月，搁剩一个月，咱就搁要度过一年，咱就要过新年啊。今仔日是感恩节，所以咱爱感谢上帝，用伊的恩典带领经过一年。阮主日是大港节，伫大港节，伫教会的年历内面，就是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今仔日伫教会历内面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这个感恩节的主日，就是要爱咱回顾上帝伫这一年内面对咱的带领，对咱的保守，甲伊所赏赐予咱的恩典，同时为着伊伫咱心中奇妙的所做，献上感谢。伫台湾，咱啥物时阵会对别人讲感谢？咱会送礼物互伊。通常，咱拢会伫过年，也是伫中秋节，也是伫肉粽节的时阵，咱会互相送礼物去到对方的厝，甲伊表达感谢。总是咱伫教会内面，咱通好借着感恩节，对咱的上帝献上感谢。现今，咱无搁将咱家己所生的土产摕来教会献祭。以前以色列人，因拢会摕因头生的产物来教会献予上帝，有可能是摕米，有可能是摕水果。总是今仔日，咱无搁将咱的米、甲咱的水果摕来教会。那安尼，咱要摕啥物献予上帝？今仔日，我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你的心内想看卖的，伫这一年内面，伫你的心上。你有结啥物会当荣耀上帝的果子？你有结啥物果子会当荣耀上帝？有可能你有好的品行，有可能你的服侍真尽心，这个拢会当献予上帝，然后甲上帝感谢，感谢伊对你的祝福。总是你今仔日若还袂想出来，嘛无要紧，因为今仔日是新的开始。伫新的开始，就代表咱有新的愿望。那安尼，伫明年，咱会当结出更较好、更较水的果子，通来荣耀上帝。通常，不管是种田的农民，还是种果子的农民，因拢足期待伫因收成的时阵，伊会当看到足侪的果子，也是足侪伊所种出来的产物，因为伫这内面，伊会足欢喜的。伊所栽种的遮，就亲像伊的查某囝共款，因为是伊真用心去栽种的。通常，大部分的人拢会期待因所种的、因所培养的，然后因付出真侪辛力的物件，有一个真好的成果。对上帝来讲，嘛是共款。上帝期待因每一个囝儿，拢会当结真侪果子来荣耀伊。拄则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上帝对咱的应允，伊对咱的期待。咱若详细来看这段经文，咱会当看出有3点真重要的。第一，上帝耶稣爱咱有甲伊有真亲密的连结。第二，耶稣爱咱常常倚靠伊。第三，伊甲咱讲。叫咱来行伫主的道理，然后结好果子，荣耀伊的名。为虾米爱甲主连结？火车站内面有2个人咧讲话，一个是车长，一个是车长的朋友。车长的朋友甲车长问，甲伊讲：你即摆开的即台自强号足厉害的呢，甲阮以前坐火车拢无共款。车长甲伊讲：嘿啊，足厉害的。总是，伊一定爱行伫铁枝路顶面。伊若一离开铁枝路，伊就啥物拢袂当行，伊就啥物拢袂当做。伊无法度亲像原本的火车共款走遮尔紧，伊敢会当囥伫遐尔。伊讲，火车就亲像咱信主的人共款，咱若无甲主连结，那安尼，咱就诚做全世界上无困难的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第50讲，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踮伫我，也我踮伫伊个，就结果子多多，
因为到我3字，恁就袂做啥物。伫今仔日即个譬喻内面，甲咱讲甲真清楚，咱一定爱甲主结连。即个结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无甲树枝、无甲树仔结连做伙，那安尼伊真久就会孤单，伊就会死去。第60讲，人若无踮伫我，就受气杀，就受气杀伫外面，亲像鸡煞孤单，人吸因，迄落火就烧去。孤单的手、孤单的柴，就是亲像爱去用烧去共款，遮尔无路用。为虾米即个连结遮尔重要？因为耶稣讲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为虾米耶稣会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？伊哪会无爱讲我是葡萄树？伊是安那要强调我是真的葡萄树。当伊讲即段话的背景，是因为犹太人因非常了解因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耶稣会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就是要甲因讲即个关系、即个连结是非常亲密的。耶稣用真，就是代表伊所拣选的拢是上好的，拢是上特别的，所以伊期待伊的门徒会当结出肥佮水的果子。但是有可能你会想讲，真侪无信主的人，因共款过了生活过了真好，因共款活了真好。我相信咱拢有看过草花，就亲像即盆花，伊即马插伫遮，总是伊游园生了真水，毋过一礼拜了后，你若来遮，你会当看到伊已经冷去啊，伊已经无生命咯。所以，当咱甲上帝连结的时阵，咱甲耶稣连结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得到对伊遐来满满的祝福。即个营养分会当互咱的心灵拢得到润泽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伊讲一个人伊拢住伫沙漠中，有一届伊的朋友邀请伊来都市佚佗，伊真欢喜，伊就来耍1个月。总是伊以前拢无来过城市，所以当伊要转去的时阵，伊的朋友甲伊问讲：你敢有要找啥物纪念品转去沙漠你的国家？迄个朋友就真认真甲伊讲：你敢会当送我2个水龙头、水龙头？伊甲伊讨2个水龙头，因为伊感觉我只要手撑去水龙头，然后伊就有水流来，那安尼我就会当洗手。这对我来讲是真方便的代志。总是伊毋知影，即个水龙头是爱甲咱的水管相连，然后搁爱对咱的水源引水落来，安尼才有水。即个故事提醒咱，当咱真正甲耶稣、甲上帝连结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才会当得到伊所赏赐咱丰富的资源。耶稣毋是一个假的葡萄树，伊也毋是石头做的葡萄树，伊是真正好的葡萄树。葡萄树有一个真大的特色，就是伊有真侪纤维、真侪纤维，伊会当甲伊的树枝连甲真好。咱看，若做风台的时阵，因为阮兜对面就是葡萄树，有可能阮兜的树仔拢已经倒啊，总是阮兜对面的葡萄树，你去看，无一个葡萄树是去互风吹断去的。所有的葡萄树，伊若是活了，阁真自在、真健康。所以上帝、耶稣嘛是安尼，安安甲咱结连做伙，伊嘛是安安甲咱每一个人牵伫伊的身躯边。第二，这段譬喻甲咱讲，叫咱来常常倚靠咱的主。第50讲，因为到我3字，恁就袂做啥物。树枝开花、生叶啊，上重要的是啥物？就是靠着即个树啊，互伊营养分，互伊力量。爱完全倚靠即个葡萄树，然后伊就会当活了真好。